咱阁有一首400首，愿主人来甲你同在。这首咱要唱2届，吼。第一届结束了，有一个钢琴有一个四个小节的间奏，所以咱唔好伤紧接了，咱试一届看卖啊吼。唱诗第400首，愿主人来甲你同在。来，愿主人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甘你分享主的听讲，亲像当到我嘴，你无不安你看你主的歌，节奏。愿主人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甘你分享主的听讲，亲像当到我嘴，你无不安你看伊主的歌。咱伫上尾即句会使较慢吼，结束，安尼会使来体会圣诗要甲咱沟通的一个感觉。咱3角来暗头祈祷，开始咱今仔日的礼拜。跳阮的阿爸爸上帝啊，感谢你伫寒冷的天气、雨水地当中，保守阮出入拢有你的同在，平平安安。当阮今仔日点着第3支的蜡烛，咧听候你的降生的时，求你互阮学习，随时有准备，亲像迄个的提灯等神囝婿会聪明在说拄一样，有警醒，有预备，才会当伫影子主你过来的时，甲主同入天国。2020年的混乱，互阮搁较珍惜会当甲主你亲近的时刻。虽然阮着带喙安，保持着社交的距离，但是总是主你无离开阮。你使阮的稳定福气，你互阮毋若做一个昆读圣经、时时祈祷甲主亲近的基督徒，搁较要成做一个注心听主的声，听候主你过来的时。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即互人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三角来吟圣诗，圣诗281首，上帝即是临在。请咱三角徛起来念。由愿徛地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像像伫天里。愿日式行入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我伫带日着市，着救阮脱离的歹。因国、官员、因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
全能的罪，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上生囝，咱的主，伊对世人交胎，随着手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列岛任来受苦。恢复第三日对世人忠告啊，就天感谢全能的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信神，我信神。信道相通，做下面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39篇，信息后面启应文第39篇，伊个信息1069名。启应文第39篇上时也是以赛亚书第2章。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做声，万国拢会耶和华归归伊，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实行审判。伊会将刀拍做犁头。一国无国举刀攻击迄国。雅各的家啊，就来。请咱三家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天源的爸，阮的主上帝，主阮感谢你，伫个主日，你引带阮众兄弟姊妹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2020年，即个年已经伫要过啊。阮回顾过去即冬，的确拄着诚侪代志，包括武汉的肺炎，包括对岸中国军事武力的威胁甲恐吓。主啊，阮心实在时常会感受到不安，甚至到伫惊吓。主啊，总是今日是大港节的第3主日。主啊，阮点到第3支蜡烛，伊代表喜乐。主啊，求你怜悯，互阮用压制你的心情，压制你的心情来欢喜，来喜乐，来赢过一切的惊吓。主啊，也伫拄好是即个时阵，世界各国有即个武汉肺炎的疫苗已经开始有伫注射。主啊，也求你帮助研究制造医疗的团队，通合作，互即个疫苗发挥伊的功效，通压制即个肺炎的搁较流行。但是主，阮后礼拜就是圣诞的庆祝会，伫个拜六礼拜有圣诞的联合赞美礼拜。主啊，求你保守带领阮正准备的同工，阮的各团契伫个筹备即个代志的顶头，求你纪念因的辛苦，求你也照着安尼，互你的福音伫南门教会所徛起的社区会当搁较广传。主啊，阮谦真敬虔，当自己伫遮。主，求你会讲你的灵到阮伫咧。主啊，若阮所做有啥物辜负你的恩光、辜负你的恩典的所在，求你光照阮，
阮通认罪悔改，求你的赦免。主啊，阮也特别为着兄兄姐有诶因为身体欠安，有诶因为厝外等等诶原因，袂当直接自执，甲阮相甲敬拜，求你诶灵也甲因伫咧，引带带领因。主啊，阮将今日诶礼拜恭恭敬敬交托伫你诶手中，不管是阮诶祈祷、阮诶吟诗、阮诶进度，也是阮诶奉献，拢诚侪芳芳诶济，通请伫你诶头前，互你悦纳。主啊，阮将今日诶礼拜恭敬交托伫你诶手中，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诶圣尊名来求，阿门。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阮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下面请圣歌队赞美备办道路因光归伫志愿。上帝百姓已经徛伫黑暗中真久啊，因袂记你要怎样踮伫伊的光的中间来活，所以上帝就计划搁一摆备办因的心归向伊。伊派一位天使带消息去到一位祭司名叫撒加利亚的所在，备办主的道路，修直伊的小路，遮的山谷拢要屯田。遮个大小个山头拢要互伊加，弯弯的要互伊直，坎坷的要互伊平，凡有肉体的要看见上帝的拯救。Be
上帝完成伊的计划啊！耶稣以马内利已经全然为着伊的百姓降临。虽然世间人毋知有啥物变动，总是逐项事拢改变。忽然有济济天兵甲迄个天使三脚直地，学了上帝讲，直叫悬的位阳光开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感谢圣歌队。三甲来共读上第一话，记载伫个圣经《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第18章第90到14节。伊个台语和日本的新约92面。路加福音第18章第90，有我靠家己做义来看轻别人的，
耶稣设一个譬如，甲因讲：有两人上殿要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抽象的。法利赛人徛地，家己祈祷讲：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无亲像别人劣色、不义、奸淫，也无亲像即个抽象的。我一礼拜禁食一摆，搁将凡所得到的10分抽1分，13。但是迄个抽象的远远徛地，连夜目望天也毋敢。敢答对因讲：上帝啊，怜悯我即个有罪的人。我甲恁讲，即个人倒去伊的厝，得到亲做伊赢过迄个人，因为伊若自高的要互伊卑微，家己卑微的要高升伊。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行伊的话人。下面正道要请张牧师今日的题目是法利赛人抽象。能够再一摆3个来祈祷。特别阮感谢你，愿你的圣心成做阮的帮赞，互阮会用来晓悟你的真理，也愿你的话语成做分条回条来引带阮日常的生活。愿你今仔日搁伫阮心内底来做工，愿你的话语拢用成做阮的绵羊，主阮将下边时间交托伫主你的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有一个翕相馆，有一个翕相馆，伊的头家伫伊的翕相馆的头前摆一个广告，摆一块牌啊。这个广告是安尼讲，你若想要翕出真正的你哦，一张相片500块；你若是要翕出别人眼中的你，就较贵，要1000块。你若是要甲迄个翕出来相片诶，参像你梦想的中间的你，要按上贵2000块。啥物叫做真正的你？就是打困醒的时阵有无？安尼头毛痒痒迄个你吼，安尼上俗500。啥物叫做别人眼中的你？就是当咱要去看别人的时候，咱拢会小可西装打扮一下，对无？吼，小可伪装一下。所以你若要翕出即个别人眼中的你，就爱安那，即个翕相馆的头家会叫一个化妆师来甲你安那西装打扮打扮甲足水的，来甲你翕相，毋过爱加1000，爱加500，变1000块。你若咧翕出即个梦想中的你，就是啥？就是连伪装你拢感觉无满意，安尼不要紧。咱即阵科技真发达，咱能照着即个电脑来修图，吼。甲你的即个黑斑嘛，甲烧掉，把你的老人斑吼，你的皱纹拢烧掉。你无丁顺的所在，用甲你修甲变有丁顺，会甲修甲瓜子脸，安尼爱2000块，吼。你知上侪人选啥无？梦中的你2000块，吼，大家拢安那加开一寡字希望安尼足水的，安尼吼。结果台湾的人就是选安尼，吼，真侪人真爱去翕迄个婚纱照，吼，毋那是当结婚的人，嘛有足侪人已经结婚一段时间，伊嘛会去拍即个婚纱照，翕个足水的，吼。我一个朋友结婚10几年啊，吼，伊嘛甲人缀留言去翕啥物婚纱照，有影翕个足水的，吼。唯一的缺点就是安那，我差一点，无法度甲认出伊来。所以伫遮呢，咱用看到。真侪人甲咱翕甲真像咱的时阵，咱有满意无？无满意。甲咱翕甲无像咱的时阵，咱特别欢喜，特别满意。这个广告讲出3个事实，第一个就是安那，咱大部分的人拢无法度接受真正的家己啦。第二个，咱真个人想要追求的是啥？是咧梦想中的迄个人。第三。不管安怎来伪装，不管安怎来即个电脑修图，咱拢无法，咱用照着安尼来改变别人对咱的看法，咱用照着这来提升咱的形象。但是咱永远无可能照着伪装，嘛无可能照着即个电脑的修图来改变咱真正的家己。咱无法度改变。
上帝对咱的看法。今日咱要透过这段经文，咱搁要再一遍来思考，到底上帝是安怎来看咱？咱是法利赛人，还是咱是这个抽象的？咱伫上帝的眼中，到底是倒一款的人？第一个，咱来看耶稣眼中的法利赛人。你知影，人咧看法利赛人，今仔日甲耶稣时代有真大的无共。伫今仔日，咱若讲到法利赛人，啊呐，咧骂人啦，对无？你这个假好的人，啊若顶解咧？耶稣时代的人也讲，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这四个字啊，法利赛就是分别的意思，就是讲，伊愿意照着这个遵守律法啊，来甲这个其他的以色列人来分别出来。所以法利赛人是宗教面顶的这个领导的这个阶层，因开始操练家己要安怎伫这个伊的宗教内底过着一个敬虔，所以法利赛人嘛，因为伊用来守律法，因家己安怎掠做足骄傲的代志，因掠做讲我比别人啊人搁较悬，所以伊的自我形象安怎足好的，自我感觉良好，毋然安尼，因伫当时耶稣时代遐的以色列人来看，伊伫遐的人的眼中来看来，伊嘛是。啊，堪得大家来钦佩的一个宗教的阶层的人士啦，这就是当时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不过，咱也看到这个耶稣眼中的法利赛人是安那？今日所读的圣经的11节到12节，伊讲啥？法利赛人徛地，家己祈祷讲：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无亲像别人列说。不义奸淫也无亲像这个抽象的，这段是这个法利赛人来甲这个圣殿来祈祷。有一个法利赛人来圣殿祈祷，嘛有一个抽象的来这个圣殿祈祷。这个法利赛人伊祈祷的内容就是安尼。伫这个祈祷的中间，第一个咱能看到，伊有一个虚假的一个敬虔。法利赛人来圣殿徛咧祈祷。耶稣讲即个比如，讲即个徛咧，毋是要来强调咱祈祷的时阵，咱爱用啥物姿势？是要徛咧，还是跪咧，还是坐咧？毋是即个意思。耶稣伫遮所要强调的，就是讲，即个法利赛人徛伫迄个所在是倒位？伊绝对是徛伫一个大家拢看会到伊咧祈祷的所在，一个上明显的一个所在。那今仔日咱的礼拜堂来讲，伊可能是会徛伫遮来祈祷。所以伊的祈祷要互大家人看到伊的祈祷。伊佫讲，耶稣讲伊的祈祷是啥？是自言自语的祷告啦。咱的汉语本叫做啥？家己的祈祷啦。自言自语的祈祷，家己的祈祷是比讲啊，有祈祷的声音足细。拄啊，毋是耶稣伫遮的意思是安那？伊祈祷的声音真大声，根本无亲像牧师共款，爱用即个麦克风。伊祈祷的声大甲规个圣殿的人拢会听见伊的祈祷，所以对耶稣来讲，伊的祈祷是讲互啥物人听的？是讲互别人听的，毋是讲互上帝听的。所以伊甲即个法利赛人的祈祷叫做华语叫自言自语的祈祷，啊，伫咱的汉语本叫家己的祈祷，家己顾家己的祈祷啦。咱爱真细致即款的祈祷的一个态度。有一个10几岁的囡仔，有一天，伊伫咧要困进前，大声来即个上帝来做一个祈祷。伊讲：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我最近功课真好，最近我嘛真听话。你也知影，我需要一台新的脚踏车。我的生日都要到啊！耶稣，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互我用得到这台我想要到的这个。脚踏车，当伊祈祷了的时阵，伊妈妈就加入去伊的房间内底，甲骂：啊，你是咧安那？祈祷啥着遐大声？耶稣也无吵伊人。即个囡仔讲：妈妈，你毋知啦，我知影耶稣无吵伊人。毋过哦，阿公哦，耳孔真重，伊住伫隔壁尔。
我一定要大声讲，伊才会听到。所以咱真侪人的祈祷是安那，讲互人听啦。咱家己的祈祷，咱毋是要向上帝来祈祷啦。再来，伊讲我哩使人讲，我一礼拜禁食2摆，禁食2摆。你想看卖啊？伊有需要甲上帝报告讲，伊一礼拜禁食几遍无？上帝敢伊毋知吗？安那，伊报告这是安那？伊惊所有的人毋知啦。伫犹太人的律法内底，一般犹太人被要求讲一年爱禁食几遍？1摆尔，就是因的赎罪日的时阵爱禁食1遍。伊一礼拜禁食2遍，伊比别人啊人加100倍呢。人敬虔一年1遍就会使啊，我比伊100倍的敬虔。所以咱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伊伫众人的面前所表现的，就是安那。我比所有的人更加虔诚，对上帝更加敬畏。我来讲说，愈无敬虔的人，外表所表现出来，安那愈敬虔。这就是法利赛人伫耶稣眼中第一个，伊是安那，伊是一款的虚假的一个敬虔啦。第二个，伊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法利赛人伫即个祈祷的内底有一个字不断的出现，迄个字啥物你知无？就是我啦。伊咧祈祷的时阵，我感谢上帝，我无参像别人安那劣势淫乱不义我一礼拜禁食2遍，我所有的我拢奉献安那1/10。总共出现5个我啦。所以像耶稣眼中的法利赛人，都是安那掠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法利赛人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伊用安那一面敬拜上帝，一面祈祷，相时伊用安那用来共别人定罪呢，真厉害吼！一箭双雕吼。这是一个掠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敬拜。伊的目的是啥？借着敬拜来高举家己啦。伊想要得到的是安那？定罪别人，互我安那得到满足，互我伊的焦点，祈祷的焦点毋是上帝啦，伊毋是讲上帝啊，你的心意是安那？上帝啊，你的旨意是免得成？法利赛人安那？伊就是为着伊家己啦。再来，伫遮咱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提醒，看到法利赛人来提醒咱。任何神圣的代志，可能拢蕴藏一个无神圣的动机。我搁讲一遍，任何一个神圣的代志，拢可能蕴藏一个无神圣的动机。去圣殿有神圣无？有一个上帝同在的所在，真神圣。一圣的祈祷有神圣无？有敬拜上帝有个神圣无？总之是做神圣的吼。服侍上帝嘛是。毋过这个。神圣的代志的下面，伊既然用安怎来定罪别人，用来骂别人，是安那？这个原因就是伊掠自我为中心啦。所以咱来特别来注意，咱毋通亲像这个法利赛人共款，咱来到圣殿内底，咱伫遮来敬拜上帝，这种是足神圣的代志。毋过咱若稳装一个。无神圣的一个动机的时阵，咱来为着自我要高举家己的时阵，咱就开始安那批评论断别人，咱就开始指指点点，咱就开始伫背后来安那来讲闲话，咱就开始安那对教会甲安那讲一寡无建造的代志，甲会拆毁的代志，这拢是一个伫遮圣经咧甲咱提醒。所以讲是亲像法利赛人去到即个圣殿内底，伊伫遐祈祷，甚至徛伫台仔面顶来祈祷。毋过伊的内心是安那无神圣的，是安那互上帝无欢喜的。伫遮伊嘛甲咱提醒，即段经文，伊讲哦，上帝知影咱内心的即个动机，别人毋知，毋过上帝知。所以耶稣就看出即个法利赛人伊内底蕴藏的迄个啥？迄个无神圣的代志，再来，咱第三就是法利赛人伊
掠人做标准。第11节伊讲啥？伊讲主啊，我感谢你，我无参像别人劣色，安那奸淫不义，也无参像即个抽象的。即句话讲啥？法利赛人的标准有悬无？伊标准有悬无？无悬呢，足低呢。伊的标准就是讲，我只要莫行奸淫，我只要莫不义，我只要莫劣色人，安尼我就感谢俄罗主啊。这就是掠人做标准啦。咱常常嘛是掠人做标准。有一个故事讲，捌有一对兄弟啊，足有钱的啦。伫大迄个所在呢，足有名，毋过因出名，毋是因为因有钱，因出名是安怎？因为这两个兄弟啊，做生意足无老实的，足爱共骗的。伊所有赚来的钱，拢是透着即个共骗，共迄个抢，所以私生活嘛无好。有一天真不幸，即个弟弟安那出意外然死亡。这哥哥就非常艰苦，伊就去找即个因弟弟安那捌去过即个教会，伊就拜托牧师帮因弟弟来主持即个告别礼拜。伊甲牧师参详讲：牧师啊，阮甲你参详一项代志无？就是你用伫阮弟弟的告别礼拜的内底你当着大家面亲戚朋友遮足侪人的面。你讲阮弟弟是一个圣徒，好无？这牧师就讲，好。伊讲你若有讲，我就安那，我会甲即个奉献这笔钱互教会。这笔是真大笔，教会后摆这几年来要安那发展，靠这笔钱就交去啊。无想着讲，对厝礼拜迄天，牧师讲今日到底遮个人是一个罪人啦，伊确确实实一个罪人，咱拢知伊足够骗人的。伊做生意嘛欺骗，伊做人嘛共欺骗，伊伫伊的婚姻内底嘛共欺骗。这个人，参像圣经所讲的，伊是罪人中的罪魁啦。伊这个哥哥坐伫台骹听了足无欢喜的，又想讲这个牧师毋是前几工才答应我，敢讲这个牧师安那老人痴呆哦，马上去袂记哩。几工前答应我的代志安那完全拢无做到。当伊心内咧安尼想的时阵，牧师最后补充一句足重要的一句话，伊讲检猜这个弟弟是一个罪人，毋过甲因的阿兄比起来，伊算是一个圣徒，伊算是一个圣人。所以今仔日咱若要找一个人来甲伊比，互咱感觉讲咱比伊搁较好，咱应感觉咱家己是一个圣徒，足容易的。很容易的事情，毋过伫圣经来甲咱讲，咱毋通掠人做标准，因为安那？因为咱通常知影讲有一个上帝，有上帝的存在，毋过咱谁来掠人做标准？因为咱毋知影上帝的标准是啥物。所以咱若要知影上帝的标准，咱都爱安那昆读圣经，到底上帝的标准是啥物？一个认捌上帝的人，伊会开始去思想。到底上帝是用啥物款的标准来替咱来拍这个分数？上帝毋是用一款的叫做百分比的这个方式来给咱拍分数。咱即阵的大学院校真侪是用百分比来打分数你只要在头前10%，你就是 A 中央的20%，你就是 B， 后壁就是 C、D 安尼用这款的方式来拍分数，这是一款世界的标准，这嘛是法利赛人的标准。伊认为讲，我只要安那认真过着一个收入较健全的生活，我就用安那变成这个5%、10%头前的人。上帝绝对安那悦纳我，上帝绝对是欢喜我，要得救绝对是我这款人大声得救。头前5%、10%的人无得救，后壁的人明啦。所以伊的想法就是安尼。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伊的标准足低啦，伊的标准足低。毋过咱也知上帝拍分数的方式毋是安尼。
上帝的标准是绝对的，毋是相对的。咱必须知影，上帝毋是要拯救，亲像法利赛人啊啦，爬伫头前，走伫头前5%、10%，伊就用得救。毋是安尼，上帝绝对毋是上帝的标准，这是人的标准。所以今仔日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咱的性命是用啥物来做标准？是掠咱家己做标准？还是用人做标准，还是用耶稣来做咱的标准？过来，咱来看耶稣眼中的这个抽象的抽象，毋是讲亲像咱今日叫做国税局的官员，毋是安尼吼。因为当时罗马政府对以色列所采取的是一款的我叫做招标式的一个纳税法啦。比如讲，咱今仔日咱台北，这个罗马政府就算这一年吼。爱扣100万的税，伊就把这100万的这个广告打出去，大家来安那来竞标吼。你若写110万，结果其他人出的价钱无比你较悬，你就安那得标哦。你今年就对这个罗马政府就交110万的税就好啊。剩的变哪？放伫你家己落地啊。所以啥啊抽象的，互人遐尼看袂起，欺骗嘛，嘛是欺骗，讹诈人嘛，所以这个抽象的，伫以色列人的眼中是足卑微的啦，足低贱的一个身份吼。不过，这个耶稣眼中的这个抽象的是安那？伊讲这个抽象的远徛伫。连举目望天也毋敢，简单对天讲：上帝啊，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这则的经文甲咱讲这个抽象的来到这个圣殿来祈祷，伊徛伫倒中的所在。这个法利赛人惊人看袂到伊，伊是惊人看到伊。伊连举目望天、望上帝的宝座拢毋敢，简单对行啦，像咱爱对行，痛悔家己的犯的罪啦。所以这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态度。伊的祈祷是安尼讲：上帝啊，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啊！这简单几个字已经来讲出这个抽象的，像啊伫耶稣的眼中是安那堪得来称赞的。伊知伊需要上帝的怜悯，若无上帝，伊是安那？伊是完全无盼望的。咱来看咱的中文咱的中文伊讲啥？可怜我这个罪人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其实开恩这2个字伫这个原文无啦若看英文就是这个这个。比sinner这个就sinner，这是原文，这是希腊原文当我去看希腊原文的时阵，我才知影这个抽象的伊的祈祷像安那足深刻的你来看原文来讲，这个我只是一个罪人这是一个英文，这个原文讲我就是迄个罪人啦我就是迄个罪人啦，这差别是啥？伊的祈祷毋是讲主啊怜悯我，因为我只是罪人当中的一个，伊毋是安尼祈祷。伊的祈祷嘛毋是讲怜悯我，因为世界上根本无圣人，毋是安尼。伊嘛毋是讲怜悯我，因为我甲即个法利赛人同款，伊若是一个罪人，我嘛是一个罪人，拢毋是安尼祈祷。伊的祈祷是安那？伊的祈祷换一个方式来讲，就是讲上帝啊怜悯我，因为我就是迄个罪人。我就是迄个甲你送上十字架的迄个人，我就是甲你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迄个罪人啦。咱若要向上帝来认罪，咱就爱认到这个程度啦，安尼才会彻底啦。所以像这个抽象的，伊的祈祷，伫耶稣的这个眼中是安那看做欢喜的，咱有看到无？所以伊的祈祷毋是自言自语，毋是为着家己的祈祷。伊的祈祷是上帝所欢喜的。法利赛人献上1/10，献上伫咧律法上的即个敬虔，毋
毋过即个抽象的现象的，却是诗篇51篇17节所讲的。上帝所爱的，就是忧伤的心。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啦。所以，即个就是上帝所喜的、所欢喜的一个祭。法利赛人无献上忧伤痛悔的心，即个抽象的有。所以，即个抽象的，伊要上帝的怜悯，伊根本伫遮哦。我看到伊，那就无甲上帝讲啊，上帝求你来收拾我稳定。而且我看到啥那稳定甲怜悯到底有啥物差别咧？我讲哦，稳定就是咱无应该得到的，咱得到；怜悯是啥？咱应该得到的，咱无得。伫这个抽象来讲，伊甲上帝认罪，应该得到的是啥？是死啦。结果伊有死无？无啊！上帝求你怜悯我这个人，我这个罪人啊！我这罪人原本是爱死的，是我这个人甲你送上十字架，所以我原本是爱死的。不过我无得到，这是上帝怜悯。上帝唔但互伊怜悯，伊阁赐我一个国外的一个性命，用来见证基督。这就是抽象的基督。来，咱来第三要来看耶稣眼中的你是啥？伫1980年，美国教会有一套传福音的一个课程，伊叫做福音培正的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当中，伊会要求这个学员去安那，去逐户人的人家5人来传福音啦。当个传福音的时阵，伊会来问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假使你今仔日是世界末日，你认为你会去倒位？有一寡人就讲，我应该去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寡人，你来问法利赛人，伊咧回答你，伊就讲我会去到阿伯拉罕去的所在。这个问题，你若回答对，无啥物意义，我感觉。第二个问题才是刺激，但是上帝问你，凭啥物会用入天堂？你要安怎来回答？假上帝来伫天堂的门口问你讲，你凭着啥物你用入来这内底？我感觉迄个法利赛人会安怎讲？我一礼拜禁食2遍，我所得到的我拢奉献1/10，我无亲像别人安尼不义立色行奸淫，嘛无亲像迄个抽象的。这是法利赛人的一个，伊感觉伊用凭着这来进入天堂。伫台湾咱来问一寡未信者的这个问题，伊会讲啊，我若无偷也无抢，我做代志拢凭着我家己的良心。我应该算是一个好的人，宗教拢是劝人做好，所以我感觉凭着这，我就用入天堂啦。耶稣来问你讲，最后我问你，到底是这个抽象的用入天堂，还是这个法利赛人的用入天堂？但是用世间人的标准，99%的人会投票这个法利赛人，伊看起来安那坚强，不过关键。无伫即99%，关键伫倒耶稣迄票会投互你无？伫即章经文14节，伊讲：我甲恁讲，即个人倒去伊的厝，得到称作义，赢过迄个人。即个人是啥物人？抽象的。迄个人是啥物人？法利赛人。即章经文甲咱讲，耶稣投票互啥物人？耶稣甲伊迄个关键的一票投互即个抽象的人。毋是投互法利赛人，耶稣已经甲咱讲，伊的标准伫倒位。伊的标准毋是安那，亲像即个一开始翕相迄个比喻共款，安那摕一个相片，哇！这别人眼中的你，第一我是遐尼啊水，梦想中的我是安那遐尼缘投，所以我应该凭着这我用入天堂。这是世间人的做看法。耶稣基督的迄个票是投互抽象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一定爱做一个对的决定。上帝安怎来看咱，决定伫咱要安怎来回应。咱是要做即个人抽象的，伫上帝的面前谦卑来认罪，并且安那对着家己的罪来忧伤来对行。
一个是安那，也是咱要食做迄个人，法利赛人，自我自义，也讲家己的相片足水的、足缘投的。我照着这，我就用互上帝欢喜；我照着这，我就用入天堂。每一兄弟姊妹，咱拢爱来思考这个问题。咱伫这个经文的内底来提醒咱，咱今仔日都爱做一个决定。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照着这段经文，你互阮看到耶稣基督伊眼中的标准是啥物？主，阮有当时伫这个世界，主，阮用人的标准，用世界的标准来决定阮要成做啥物款的人。主，阮恳求你，搁再将照着圣神的帮助，主，你将你对阮生命的蓝图、迄把水的图，拢来详述互阮每一个人。主，阮有来写软弱的时阵，主，你坚定阮的脚步。主，互阮用有即个智慧来做出参像抽象的即个人的一个决定。阮相信这是主耶稣你所欢喜的，这嘛是会用得到你的感动的。主，阮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张牧师的正道。三甲来吟圣诗第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三甲徛起来吟。救主耶稣愿你来。
下面请咱准备今日奉献，要拜托张慧茹执事、陈宝赛执事。奉献感谢，请咱三个站起来去。谢谢。下面由我简要来报告，伫个周末的第3面，教会消息。欢迎大家参加来敬拜。今日是大港节的第3主日，咱点到代表喜乐的第3期6条。有备咱的心来迎接基督的降生。礼拜后，请大家留落来交易。第二，今日礼拜后要召开定期的中集会，伫个6楼，请中集参加。第三，明年2021年的即个福音的日历吼，已经送到教会，咱1号会当摕1份，会后会当到1楼来摕。第四，智慧手机版的郊游，伫个即礼拜日举行，愿上帝带领咱大家有一个平安愉快的旅游。爱记早健保卡甲挂喙安。第五，圣诞的庆祝会伫个即礼拜的拜六，12月19的下晡3点半来举行表演的大会，暗时6点半。有咱的爱餐吼办桌 party 安尼，今日是最后即个报名的机会吼，请大家来把握。参加费用是一个人100块，爱将你的名甲你的晚餐要去的即个楼层吼，爱登记落来。第六，后礼拜日圣诞的联合礼拜。要伫个10点半第2场礼拜来举行，第1场礼拜暂停一届，即届要特别由基教团契来主办，少年的世代，将会互咱体验一个甲以往无共款的圣诞赞美礼拜，欢迎邀请亲友来参加。第7，明年第1季的。活动的施工的预定表，请咱后礼拜日交互办公室。第8，任要即个圣诞啊，咱看到咱教会圣诞节所摆设出来圣诞红，这一份
150箍。啊，伫个后礼拜赞美礼拜了后，咱会当早转去家己的厝里。啊，若有需要的，请来甲办公室来登记。下到圣礼典，今年最后一届圣礼典要伫个12月27号来举行，包括洗礼甲圣餐，啊，所以有志愿要接受洗礼、跟圣礼以及幼儿洗礼的兄弟，请互无所在。第10，财务组的报告公告，2020年的奉献要伫个12月27礼拜后关销。所以，若要摕今年的奉献证明的兄弟，请伫个12月27进前来奉献。若超过时间，会变做明年的奉献。像是若有公款代志台电的要申请的兄弟，也请伫个迄日进前12月27进前来完成。啊，要补充一点，第11补充一点，然后订即个圣诞糕的，会当伫个会后。去到副堂办公室，甲私人干事来摕。团契的消息，乡内团契甲信歌队今日礼拜后拢要拜托加班来练习吼，请留落来练习。另外。教界的消息，大岛的事项已经后壁奉献的明细，请兄弟家己来过目。特别要补充一点，就是教界的消息第2点吼，北中商联部的即个会员的大会吼，即个报名吼已经截止吼，1月7八即个报名。已经截止吼啊，安尼聊天都安尼对啦吼，OK。以上啊，咱三甲来行平安礼吼啊，因为即马可能也疫情的关系，也袂使握手吼，所以咱可能讲述还是用手做安尼吼。咱三甲徛起来吟圣诗第527首。真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在上帝名里。但我真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在上帝主名。因为耶稣真在心，因为耶稣是公义，因为耶稣那无过我的。
请咱游园兄弟来吟圣诗第400首，愿主人爱甲你同在。咱要吟2摆吼，吟诗煞请将牧师祝祷。愿主人爱甲你同在，无论你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老活水，伫无母暗暝看见主的光。愿主人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疼痛，亲像长老活水，伫无母暗暝看见主的光。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相通甲恁见大家伫地，对这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会倒闭。